大家好，我係圈貓，歡迎你收睇我嘅頻道。你有冇遇到呢啲情況？有時睇到各式各樣嘅水果，尤其係啱啱上市嘅時候，就算有啲貴都冇所謂，都係想買翻啲翻屋企。因為係新鮮水果，所以都係想試下。但係翻到屋企試咗一口，發現唔係酸就係淡，俾人好失望透頂。所以買水果係好有講究嘅，但係千祈冇隨心所欲亂買一通，尤其係5月份呢個時候，水果攤就行景好多，一定要擦亮眼。因為而家呢個時間有啲特殊，冬天嘅水果比如柑橘啊、甘蔗啊啱啱退場，夏天嘅水果比如西瓜、桃子、葡萄都仲未正式上來。中間呢個空檔就有啲尷尬，裏面嘅水果要麼係圖搶先上市，仲未生好就係摘咗落嚟，好多都係強行催熟嘅，味道寡淡；要麼真係上個季節剩低嘅存貨已經唔新鮮啦，剩低就係一年四季都係賣嘅普通水果。而下邊呢幾樣，我勸你最好冇買，否則就係冤大頭。第一種。荔枝，5月初市面上已經有荔枝啦，老闆把荔枝擺得整整齊齊，仲時不時噴啲水上去，綠中帶啲紅，睇住就俾人好鍾意。好多人一睇真係諗，哎呀，荔枝都上市，嗱嗱聲買返啲嘗鮮啦。但我勸你千萬冇衝動，呢個時候上面嘅荔枝品種一般就係山芋紅。聽呢個名就知道啦，佢係農曆3月就紅嘅早熟品種，但係呢個早係那一好換一酸，夏日大入邊嘅果仁唔厚，咬一口滿嘴都係酸味。我朋友前2日買咗2斤返嚟，俾我試咗一口，酸酸嘅，而且味道寡淡，我食咗2粒就唔肯食啦。真正嘅好荔枝，比如妃子笑、桂味、糯米糍，都係等到5月下旬，甚至係6月先大量上市。嗰陣時嘅荔枝啊，又厚黑色，甜得好似蜜。你而家花大價錢買嘅山芋紅，食完只會後悔。記住5月初嘅荔枝，千祈唔好急住買，邊個買邊個就係後悔。第二種，楊梅。楊梅同荔枝嘅情況差唔多，5月上旬，楊梅先開始露面。雲南嗰邊氣候熱，楊梅熟得早，呢個時候已經要領先上市嘅啦。但你仔細一睇，嗰啲楊梅顏色發紅，唔係紫黑發亮嘅。新鮮楊梅係點呢？紫黑色，表面一粒一粒，果肉都係鼓鼓囊囊，捏一下就有彈性。放入去嘴一咬，汁水都係嘴入邊炸開，酸酸甜甜，食完嘴入邊仲要回甘。5月初嘅楊梅呢啲優點一個都冇，但唔係酸唔甜，非常廣大，價錢仲唔平，因為係早熟嘅空運過嚟嘅，運費都係攤你身上。想食好嘅楊梅，一定要等到5月下旬到6月，浙江湖南嘅楊梅大量上市嘅時候再買。第三種，草莓。草莓呢個時候有啲反直覺，好多人覺得草莓先係春天嘅水果，5月買就係啱。其實唔係，草莓嘅旺季係3到4月嘅中旬，到咗5月上旬，大部分產區嘅草莓已經收尾啦。你呢個時候買嘅草莓，一唔係冷凍庫嚟嘅存貨，一唔係高海拔量嘅地區晚熟嘅品種。冷凍嘅草莓生成點樣？顏色仲係紅嘅，但葉子呢都係癟咗，果皮發硬。洗嘅時候一沖水，有啲地方就破皮啦。雖然亦都有晚熟嘅品種，但產量少，價錢高。而且晚熟嘅草莓風味本來就比唔上村草莓，花幾十蚊買一下一啲都唔值得。5月想食草莓，不如忍一忍，再過1個月，藍莓、櫻桃都上嚟啦，比呢個時候嘅草莓強好多。
第四種，芒果。芒果係好容易被忽略嘅一個，你可能會講，芒果唔係一年四季都有咩？冇錯，但5月上旬嘅芒果處喺一個唔上唔下嘅位置。冬天到春天嘅嗰層芒果，不如台農金黃，都已經賣完啦。5月上旬上市嘅芒果係海南嗰邊嘅早熟品種，個頭唔大，甜度都冇上來。你試一個靠近下嘅地方，都係酸嘅，纖維都係粗嘅新芽。真正嘅好食嘅芒果係要等到5月下旬到6月，廣西、四川、攀枝花嘅芒果上市，嗰時嘅芒果油厚下薄，甜度高，咬一口滿嘴都係濃郁嘅香味。第5種，甘蔗。這個可能有人會疑惑，甘蔗唔係冬天嘅咩？點會喺5月仲有人買呢？係咯，甘蔗係冬天到初春，到咗5月上旬，甘蔗嘅季節早就過咗啦。但偶爾真係仲可以水果店門口睇到一紮紮嘅甘蔗，老闆削好皮切成團，裝喺袋入邊賣。呢個時候嘅甘蔗呢，水分已經好少啦。冬天嘅甘蔗咬一口，汁水都係順住下巴往下流。5月嘅甘蔗呢，咬半日都擠唔出幾多汁水，而且中間容易發紅。發紅嘅甘蔗係唔會變嘅，食咗可能會嘔吐。所以呢個時候嘅甘蔗都係冇買，等冬天新上市嘅時候再去買啦。講咗咁多唔該買嘅，咁5月上旬到底該買乜嘢啊？比如菠蘿就可以買5月上旬嘅川菠蘿，真係好甜。甜瓜都可以買，土產嘅羊角蜜，脆得好似酥餅咁。四川、福建嘅枇杷柔軟質多，價錢都落嚟啦。再一個就係榴蓮，呢個時候上咗市，鍾意食榴蓮嘅朋友可以揀一個寶安大榴蓮嚟試下。最後好多朋友明明都係買嘅應季果，返屋企就覺得差強人意，其實關鍵就係揀嘅細緻。菠蘿唔好睇大細，果眼飽滿，表皮偏黃，聞起嚟有清甜嘅果香味。返屋企用水泡10分鐘，口感就更加軟糯唔扎嘴。選甜瓜都係掂量重量，同樣嘅大細，越重嘅水分就越足。最後提醒大家，春夏氣溫升高，水果買返屋企要記得冷藏保存。好啦，朋友們，今日嘅視頻就到喺度，覺得我個視頻對你有幫助嘅，歡迎你嘅收睇、點讚、關注，我哋下一個視頻見啦。